来乡亲啊，这位艺人朱心怡，你有熟悉无？当年搬这个电视剧《犀利人妻》大来唱红，当时伊36岁生日，伊透过影片讲，伊得到灵癌，癌细胞已经转到淋巴，即卖等咧治疗。伊的真侪好朋友听到消息，拢真唔甘，加油鼓励。啊，若讲到灵癌，已经是排女性癌症的第1名咯。这个0期到第2期的症状拢无介明显，医师的建议上好定期做检查。 人生即将要走上一个旅程是，可能有点辛苦的，因为我现在是乳癌第2到3期。和犀利人妻角色当中的着节无共，朱心怡讲家己得到灵癌，佮讲去年发现得到癌症的过程。右边下缘的地方，突然变圆弧了起来，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有一颗东西的感觉。在整间检查的时候，他也会非常的 担心。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而言，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。亲人的陪伴变作支持伊上大的力量。身为大哥的贾静雯嘛真唔甘，写爱你温拢伫咧。其他的好朋友小珍、苗可丽、Melody 拢发文章留话替伊加油。事实上，灵癌是台湾女性10大癌症发生率第1名，较会发生伫45到60岁的女性。尤其生理期来甲较早、停经较慢的女性，拢是高危险群。就算无危险因子，要是可能得到癌症，通常0到2期症头拢无明显。有常见的可能就像纤维囊肿，或者是一些良性的纤维腺瘤。第1期来讲的话，通常有95%以上的5年存活率。那第2期呢，可能比较低一点，在90%。那第3期的话呢，可能在60%。 不过，得到癌症不是宣布死刑，朱心怡嘛真有勇气，在身躯边的亲戚朋友的支持之下，正面来面对。虽然这条路真的有点辛苦跟崎岖，我也相信我自己可以面对。相信有大家的支持，一定会当战胜疾病。妇女节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